华视在地新闻继续来看监察院长被提名人单局的人事案，明仔载要来审查，哪样是动员来抗争？到今日来起冲突，警方伫立法院外口围军啊斩的路渣甲铁架啊，甚至阁派警员去伫2楼悬的高台，哪样口说讲，这根本就是戒严时代。那个骏马是一层再加一层了哈，这个高规格了哈。国民党总调林维洲带媒体是立法院外口看这栏杆下来，就轮流警惕民进党。立体监控，中华民国立法院监狱啊！看到真哇，青岛东路这边敢若留一个出入口，哇，中兴大楼这边。铁栏杆沿线网也是团团围住，拢是因为明仔载监察委员被提名人陈局要到立法院进行审查。伫今仔日，杜元敬伫2楼提早部署。你是要防空架，还是摆设一些狙击手？我们不希望民众跟警方有冲突。那在这个原则底下，我们尊重警方。国民党立法院党团为了要挡陈局，已经有几套剧本，并且提早招民众来集合。安尼做好民进党的立委口水。国民党无止境修下线，里应外合，不让他进来，不让他备询，那是你国民党自己放弃权利哦。为了防止国民党立委有动作，民进党立委早就驻守伫议场的门口，双方继续咧出招，嘛，互立法院为今仔日开始，就充满着紧张的气氛。